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之後，社會目前聚焦受災業主嘅長遠住宿安排。政府早前提出多個方案俾業主們考慮，其中都包括部分宏福苑居民提出嘅原址重建方案。但政府嘅評估係時間上並唔可取。第8屆立法會喺1月14號舉行咗首次會議，多個議員喺發言嘅時候都認同原址重建需時最長，不利失去家園嘅居民重建生活。我同意政府同立法會議員嘅觀點，想喺度呼籲一眾災民業主應該以實事求是嘅態度看待長遠住宿安排，唔好因為情感因素而淨係堅持原址重建。特區政府對於做好宏福苑嘅長遠住宿方案一直都刻在心版上。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向議員發言，表明期望立法會議員同政府共同推動宏福苑火災後嘅支援同重建工作。喺其後嘅有關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支援及重建工作政府議案環節中，負責宏福苑居民長遠住宿方案嘅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重申，原址重建需時可能長達9至10年，最早都要到2035或者2036年先至能夠入伙。相比其他方案，例如係大埔頌雅路西選項可以喺2029年下半年入伙，又或者係其他跨區居屋項目喺2027或者2028年提供單位，時間上嘅差距應該係大部分災民考慮各個長遠住宿方案嘅關鍵因素。喺會議上，唔少立法會議員都對原址重建有保留，直言呢個方案需時太長，而且業權問題複雜，所以唔支持。有人質疑政府喺原址重建所需要嘅時間上故意報大數，認為只要政府壓縮程序，就可以喺4至5年內完成原址重建。其實黃偉綸已經清楚解釋，重建必須經過清拆、業權處理、法律程序同埋建築等多個階段，但係處理近2000個單位嘅業權同埋潛在法律問題，就可能要耗時幾年。其後清拆嚴重損毀嘅7座大廈，預計大約要1年半，加上建築本身需要4至5年，各個階段環環相扣，確實係難以大幅壓縮㗎。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日前喺電台節目上亦都引用本地先例，證明政府所言非虛。2010年馬頭圍道塔樓事件，由收購到重建完成，歷時近9年。1996年嘉利大廈火災，即使業權相對集中，重建都耗時近10年。宏福苑嘅業權分散，處理難度只會更高。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林家輝早前受訪嘅時候，亦都指出，原址重建困難同唔穩定嘅因素太多，要解決嘅問題亦都太多，並非最理想嘅方案。支持原址重建嘅聲音，大多源於對社區嘅情感依戀，對地標地位嘅珍視，同埋對業權完整嘅堅持。但我認為喺災後安置呢個情景中，情感執念唔能夠凌駕理性考量。宏福苑絕大部分嘅業主都迫切需要穩定嘅居所，重過正常生活，尤其係長者同弱勢家庭。等待10年，意味住子女教育、職業發展、醫療安排等人生規劃全面停滯。時間成本同現實需要已經遠超對保留原本地理位置嘅執念。其次係法律同業權複雜性極高。原址重建需要獲得極大比例嘅業主同意，並且要處理可能出現嘅訴訟同爭議。喺1月14號嘅立法會會議上，本身係執業律師嘅簡慧敏議員話，原址重建涉及更大嘅法律不確定性同時間成本。參考英國 Grenfell Tower 2017年慘劇發生近9年之後，先至動工興建紀念場所。可見原址重建確實有難以順利推進嘅現實情況。喺私人發展商擔任管理層嘅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黃浩明喺1月14號嘅立法會會議上亦都提到，宏福苑涉及近2000個單位業權收購，過程複雜。如果出現爭議所涉嘅司法程序，將會更難預計完成嘅時間。另外，由於重建成本高、時間長，加上業權收購可能出現折讓，私人發展商對於呢類項目嘅興趣唔大。
事實上，黃偉綸早前喺訪問中亦都已經表明，政府目前嘅諗法係唔會喺原址重建住宅。政府同發展商代表先後表態，徹底反駁會喺宏福苑原址興建豪宅嘅流言蜚語。其實原址重建係咪真係獲得絕大部分業主支持，本身亦都係疑問。其中一名反對原址重建嘅業主梁先生向媒體表示，街坊之間嘅意見有分歧，自己同屋企人認同政府提出呢個方案並非最佳選擇嘅理據，係政府提及原址重建存在客觀限制，佢哋充分理解由收購、清拆到規劃重建，每個環節都需要嚴格推進。有關需時10年嘅講法並非空穴來風，實際操作的確有難度，成本仍然有諸多未知數。到底邊個安置方案獲得最多業主支持？喺政府收返所有問卷作詳細分析之前，各界實在不宜有任何定論。最後，有關公共資源運用需要具有合理性。政府動用公帑為受災業主提供長遠住宿安排，必須考量社會整體利益同財政承擔。根據政府推算，若果採用原址重建方案，但係收購業權已經需要60億。測量師學會更加估算，原址重建總額大約要75億至到95億，高於單係收購安置。專業人士科學化嘅估價同推算都話俾我哋聽，原址重建成本高、時間長，涉及嘅資源會包括嚟自屬於全港市民嘅公帑，安排又係特殊中嘅特殊，有關做法絕對唔能夠成為先例，政府必須慎之又慎。政府提出嘅多元方案包括政府購買業權、政府容許購買全新嘅居屋或者綠置居項目單位，同埋接受以樓換樓方式換取另一個價格相若嘅全新居屋單位等。不論係時間上定係資源運用上，都比原址重建為佳。原址重建情感上雖然可以理解，但現實上就代價高昂，時日漫長。希望宏福苑嘅業主能夠以整體居民同社會整體利益為重，支持以快為核心嘅安置方案。